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报增加本土病例，另外国内疫情渐渐稳定，指挥中心针对户外空旷所在有新的水验规定，礼拜就公布。金门县政府伫9月有发5000块的纾困金，暂过要再发3000块振兴券，较早虽有民众到公所排队。伫咧花莲市区的万宝假期饭店遐下晡进行跳图出击的时阵，规栋大楼刷倒向车路，警消警员目前等咧搜救。讲到花莲市区的万宝假期饭店遐下晡进行跳图出击的时阵，规栋大楼刷倒向车路，警消单位接到通报了后，随赶到现场进行搜救，看敢有民众受伤。行车记录器清楚翕到饭店倒去的迄个时间，规栋建物就安尼倒落去，现场拢是白烟。原本要经过的车赶紧动车。这栋位伫花莲国立5路停业中的万宝假期饭店，在下晡进行拆除的作业。不过，唔知为安怎，规栋建物向对马路头前来倒落去。警消接报了后，赶紧派员到现场来搜救。两台车跌着，拄啊鸟开内底无人。车内底敢有人？无人，因咧工程车尔。停伫边啊，真一台车也拢跌掉咧，车主也是真无奈。里面没人吗？哦，没有。刚很大声吗？还是怎么样？有没有听到声音？有啊，很大声。警消人员家伫建物内底收查的当人工赶紧离开，为了确认建物内底是毋是有人掉伫内底，相关单位也调来怪手破坏这个壁面。有经由行车记录器翕到讲，敢若有一个骑机车的人可能被跌伫下面，警消也赶紧来搜查，发现伊有闪过无性命危险。各单位都已经到了现场来做相关的一个厘清，那也希望人员一切都平安。它的实际拆除的计划我们还在了解当中，但是它这个拆除的工程，它是有申请拆除合法的拆除执照。花莲市府甲县府的相关局处也派员到现场来了解，对查整个拆除的作业是否照拆除的计划来进行。根据了解，万宝假期饭店伫3年前以4亿8千万卖出去停业了后，卖予一间5路团保公司，一直在停业中。无想到7月进行拆除的作业，就发生这个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出来，不过有11个带病一境，甲一个死亡个案。讲到这个死亡个案是9月染到武汉肺炎，伊出院了后，病尾所引起的心血管疾病才来死亡的。那讲到咱国内疫情是真稳定，敢有机会来降级的？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虽然对9月开始疫情真稳定，不过目前是无降级的拍算，但是针对着户外空旷所在有新的水验规定，伫礼拜时阵就会来公布啊。透早5点外，67万剂客制化标签的 BNT 疫苗由华航送到桃园机场。这也是台积电、鸿海英灵、资济等3大企业甲民间团体管的第4批疫苗。有效的日期是2月10日，是2月10日。那总共这3个企业跟民间团体所捐赠的 BNT 疫苗，现在已经到货305万剂。因为疫苗及时到货，指挥中心宣布第10期疫苗，除了原本提供第7期 A 级甲高端疫苗，佮加开 BNT 疫苗做第1期，对象是9月至9进前意愿登记的64岁以上民众，63到18岁第9类对象，加22到18岁民众。有效时间是下礼拜4初4早起10点到初5下晡4点为止，各位下礼拜4初7开始做。64岁以上。然后第二是63岁到18岁的第9类，换句话说，等于是第9类的对象是全部都开了哈。国内疫情等候初一本土零确诊，暗过增加一个死亡个案，是60多岁女性，无做过疫苗，本身有慢性病史甲绑架区活动史，今年5月发病大院，7月底解除隔离，后来因为心血管并发症，甲新冠肺炎后遗症，伫9月至9死亡。因为他先前的这个新冠也算是有留下慢性的肺病的这个后遗症所以我们也是把它归入我们这个新冠的死亡病例当中。指挥中心也公布，最近1礼拜境外移植病例基因定数结果，各增加6个Delta变异株，无突破性感染个案。国内总共有157个Delta病例。
总计我们国内验出的 Delta 是157例，其中包含43例的本土。那本土过去1周是没有新增，在幼儿园结案之后就没有新增。陈市长强调，9月以来平均每天报告2例本土病例，疫情境界未降到一级，不过会放零户外空旷的所在检疫措施。伫外口挂喙安的相关规定，会伫礼拜一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到今仔日为止，搁再增加第2个可能是自高端疫苗了后所引起的死亡个案。不过，这个个案伊本身有心血管的疾病，敢是自高端疫苗所引起的，恐惊是搁来调查。另外，有一个86岁妇人人，伫咧9月20日注第2档的莫德纳疫苗，经过3天了后，说是昏迷不醒，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台中市出现第2例好亲像注射高端疫苗死亡的个案，一个53岁查某人注射了后出现无适应的镜头送医，9月23宣告救无回来。8月23日接种第1剂疫苗之后，出现呼吸喘及心脏疼痛感。卫生局表示，这个个案本身有心脏甲血管方面的疾病，注疫苗到死亡的时间差不多1个月。第1例好亲像注高端疫苗死亡的是伫9月13，是一个41岁公车司机，无慢性病史。卫生局表示，已经有协助2个个案的家属来提出疫苗注射受害者申请。台中原来出现第1件好亲像注莫德纳第2剂死亡的案例，一个86岁妇人人9月20日注射了后，27日雄雄昏去送医，嘛是救无回来，不过注射率无受到影响。这做的时都拢顺时啊，免来紧张。第1剂都是还好啦，就是可能比较疲惫，然后会酸痛这样子而已。根据台中市政府统计，到10月7日早起8点，台中市疫苗不良反应通报，好亲像注疫苗死亡的有119人，其中莫德纳不良反应有130例，高端有33例。有意思是讲，高端的副作用都要搁透过较侪临床经验才会当证实。没有办法快速的累积其他国外的经验，学理上它是一个外壳的蛋白，它的副作用相对是不大的，那但是它的效益可能需要长时间的观察。但民众是认为讲高端甲其他疫苗的制作技术无同，不过注射率因为即马较无够，目前敢来当就学理来判断副作用较细，提醒民众注射了后，还是要加啉水，注意身体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公费的流感疫苗，第1阶段今仔日开始替医术人员、护理人员，也有65岁以上的民众等10类民众来注射。另外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民众是伫咧第2阶段，也就是后个月15开始注。疾管署也要提醒民众，若准讲这个武汉肺炎疫苗加流感疫苗拢要注，这2种上无爱让7天以上。针注落去了，一气外的信长听甲解叫，严格是让得到完整的保护力，以免得到流感。那是保护家己，也保护家人的健康。他刚满1岁1个月，所以他这次是第1次打流感疫苗。因为流感疫苗我们是6个月以上的宝宝就可以施打。疾管署讲，今年自家公费流感疫苗总共买632万剂，会分2阶段做。第1阶段自10月7日开始。对象包括医师加防疫人员、65岁以上的士大人等10类人员。第2阶段是11月15开始做。伫咧高雄就士大人一早起就去病排队要抢第1个做。怕流感啊，所以他怕感冒啊。我逐年拢会来高医治流感啊，治疗袂歹就袂感冒。因为今年同时有注新冠疫苗加流感疫苗，疾管署特别提醒讲，若要注2种疫苗，中至少要让7天以上。为了厘清2种疫苗到底是哪一种疫苗所引起的这些的不良反应或者是不良事件的作用的话，那我们建议一般隔7天。疾管署强调，每年自10月开始正入流感的流行季，有个伫咧12月到过当年国历春节期间到上高峰。注流感疫苗除了会当减少感染风险、降低重症的机会，对新冠病毒也减少重症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
自由畅水世界锦标赛9月伫咧塞浦路斯举行，咱台湾有5位选手去参加，也因为前6天的比赛，中国一直影响主办单位。伫咧9月28进行第7天比赛时阵，主办单位无通知台湾选手，就甲咱画面内面的国旗摕掉。这个行为也引起其他国家选手的不满，因为着要声援台湾，其他国家的选手也要求讲，家己国家的国旗也着爱摕掉。有正人的消停，主办单位也伫咧网络顶头甲咱台湾回息的。无挂喘气设施甲阿卡迪台湾畅水女子选手郝一鸣，受一口气用水甲手呛落海，呛到38公尺才收起来，1分48秒扑出水面，成绩判定有效。She's okay. 郝一鸣真欢喜，提出准备好的国旗伫海面天开，要互看转播的观众看到，而且知影家己是台湾来的。因为9月28主办的国际自由畅水发展协会艾达无意见，甲台湾国旗摕落来，伊煞变做唯一抗白国籍的选手。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ut down that stream. They did that because for the previous 6 days, we had shown the Taiwanese flag. 伫报信号叫中国干扰，转播团队为了顺利播出，甲台湾国旗摕掉，爱到台湾立刻提出抗议，也得到日本、韩国、法国、美国、荷兰超过10个国家的选手甲协会斗相挺，来对抗摕掉国旗的这个做法。Many of the athletes have decided and asked their AIDA national groups to remove their flags in solidarity and support of Taiwan. AIDA 30伫官方的网站发表声明，甲台湾回息的文章内底提起到中国当局停止直播，感觉真意外。团队短时间内处理无好，会为错误内底学到教示，未来会开始无共的直播，防止佫发生这种代志。比赛了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互人挂伫的选手甲工作人员出入一定的经过所在。那主办单位是表示说，因为那个系统如果上了船，在船上其实已经不方便改了，所以他们是有准备国旗，那让我们的选手在那个地方，然后给我们的国旗曝光。入境爱写中国驻伊红社的疫苗卡无红承认，转播时阵国旗红消息。爱达台湾讲，外交单位协助家己发声，真济国的选手甲协会也斗相挺。台湾选手无遗憾的完成加入会员了后头一届世锦赛。记者综合报道。10月初1是中国的国庆，中国解放军又搁派真侪只军机来扰乱咱台湾啊。空军表示，扰乱台湾的行动会愈来愈复杂。不过，美国的军机伫咧翻点过后，对中国军机发出国际航行权公告，而且字句拢大真硬。另外，日本的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表示，台湾出代志就等于是日本出代志。当然啦，日本官员的支持必定引起中国的掉卡顿地。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88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10月初1是中国国庆，强军好亲像故意选伫这一天加强扰台，连续11摆派真侪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互空军是无形刺激。但伫主要是美国军機伫透早1點33分，針對強機發出國際航行權公告。Attention, this is a U.S. military aircraft conducting lawful operations with due regard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不管是机型或者是航线。甚至于架次确实比以往来的频繁来的要多。那至于您刚刚讲是不是结合到10月1号跟这有没有关系，其实我们并不清楚。中机扰台次数已经超过6年纪录，今年已经超过500架次。无论是频率架数，甚至飞行距离，拢调向复杂化。台湾空军拢有掌握强军动态，台海局势无平静，日本展现支持台湾立场。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进前捌指出，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面对日本有台机动，中国国防部炮口对准日本。台湾的事是中国的事，不关日本什么事。日方政客以所谓地理邻近作为介入台湾事务的借口，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伊强调，中方不满日本防务高官一直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对互日本质疑中国强化军事力量是表示国防支出公开透明。佢讲日本大幅度增加防卫预算是历史新高，中日互抢。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长苏贞昌今仔日要去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毋过中国国民党早起7点就占领机场，要阻碍会期进行，而且因也要求苏贞昌就要针对着3+11的决策来回实的。民进党团也批评中国国民党毋敢用质询来正面对决，时代力量和民众党也批评中国国民党影响到立委质询的权利。因行政官员未能完全列席，行政官员是否就先不列席？好，反对。那既然有异议哈，无要互立法院长尤锡坤面子，国民党立委做伙杀到美顺台，小偷几百刀火，搁摕票语规定占掉议场，大声喊停诉正义已经死啊！国民党团初一早起7点到霸占议场，阻碍议事进行，也准备比比手套，转倒喊叫，做一寡准备。搁先条件，讲除非行政院长苏贞昌先为3+11的决策会实的，也无法度上台进行施政报告。当时拿赢这个副院长蔡其昌9月28主持议事严重无公平，以及议事人员替民进党开后门，要求立法院长尤锡坤爱代表会实的。国民党这样乱，让政府空转，连在野的小党都不能行使质询的权利，相信不是人民所乐见。我们绝对不容许我们的权利这样白白的被消灭。重点不是我们的权利，因为我们代表的也是民意。国民党团用表决战术提案新增加195项前列事项，像讲高中学术历程档案拍无去，涉洽染污禁止消亡大陆，也加视觉失调患者攻击店员这个民生议题，阻碍议事来进行。不过这种的做法，那民进党能处理，就连时代力量甲民众党也看不落去。批评拿赢剥夺质询的权利。一个最大在野党完全没有政策能力，也没有议题能力，称职的在野党应该还是要来跟苏院长在质询台上直球对决。这样透过这个杯葛议事、瘫痪议事的方式，真的是人民没有办法接受。无法度得到其他在野党的支持，国民党也是坚守议场，强调坚持停诉正义。民进党是讲国家需要理性监督，双方互相呛声。好佳在无过小 A 小杀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对着我哋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金门县政府伫9月有发5000块的纾困金，10月要搁再发3000块的振兴券咯。透早虽有民众去到公所排队，就民众摕厝内面的人领，一领就是23人份69000块转去。一张一张，大家点啊清楚，确认无错误就使收起来，大家领个是真欢喜。这是金门县政府发予每一个人3000块的振兴券。发予的头一天，各村里公所拢有真侪人来排队要领，人排到大路来。袂少民众摕厝内底人代领，有人一摆就领19份，无算上多，因为这10人一摆领23份，总共69000块。23份，打算要怎么用？给他们啊。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换掉，所以就这样。上一次也是一样啊，就换了冰箱，还是买酒啊？还是买酒，因为酒厂没生意啊。先领回来嘛，然后再看一下有什么家里有什么需要再去买这样。摕到振兴券是免怎用？已经有人有计划，也有人还佫伫想。抢伫中央的5倍券使用进前，金门先发3000块的振兴券，另也有4张500块的，甲10张100块的，希望中小型店头也使用。县长杨定娥也到现场视察发放的情形。目前在地区已经初步有60几家的商家，已经推出加码的活动。接下来我们会来协助做行销，那同时乡镇公所也都会在乡镇公所自己来推出配合振兴券的加码活动。9月金门县政府先普发全民纾困金5000块，10月搁再发3000块的振兴券，限定在金门的地区店头来消费，来刺激外陆地方的消费。即阵已经60多间店头提出促销的方案，搁再加上中央5倍券，金门人限定好康，渴望为地方的经济提供真侪活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最近国内疫情是渐渐稳定，头一场的旅游展览今仔早起伫台北的世贸1馆开始化休招人客啊，要到200间的厂商来摆搭，提出优待吸引民众开钱。另外，交通部所推出的国旅馆，敢若规划120万张，不过登记民众已经超过1000万人啊。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会增加到240万张，增加调涨几率。
保持黄色距离哦。世贸一馆人会内底摆到外口有数十公尺，拢是为旅店来的。前150个进场，也会免费领一红包，欠上百人透早就来抢好康。国旅疫情比较可以的，就比较安心啦，哪一家都可以啊，5折。下秋旅店10月7日开始是美解封了第一个实体旅店200间厂商450个单位展出。国内旅行社向西集团推出优惠套装行程，结合观光列车，抢各路商机。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方式。蓝皮解忧号的话，是我们10月23号首发嘛哈，那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包含套票啊，最低有大概200多元。五彩饭店因为3级警戒无开放内向，营收衰退真多。即马疫情转好，趁即摆旅店推出大价值优惠券，上加4折以下。另外，若阁使用5倍券，要另外优惠。用5倍券，那可以多1晚。那其实实际上去住宿的话，是相对有很大的折扣的。只要持1张2000元的5倍券，就可以以2999来住宿双人的客房。由交通部配合振兴5倍券推出120万张1000块的国旅券，因为中签率只有1成。交通部长王国才证实，要阁规划数量会加倍，阁增加120万张，总共是240万张。所长马上同意加倍，就加了120万份，再加上各个部门的加码券可以多多出游，可以振兴国内的经济。交通部用24号推出240万份国旅券来提悬民众中签率，至少会有480万人出去佚佗，创造116亿的产值。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对10月开始使用噪音翕相，要来掠一寡制造噪音的乌托邦加轿车。伫咧台南的碧河，常常有改装车伫咧制造噪音。碧河当地警察局也利用噪音翕相掠到一寡违规民众，目前为止已经掠到8件。深夜时段，警方伫北河172线拦下一台又一台车辆，除了检查大灯甲有改装之外，另外嘛针对造成噪音的排气管详细测试噪音。就是因为台南北河山区常常有改装车出现，对当地造成困扰。北河警分局10月1号开始展开大规模、无定时、无定点的路检。昨日首日即查获通报噪音车有8件那也取缔到改装车2辆，那无照驾驶1件那另外我们也主动联系监理站环保局以环警监联合稽查的方式要来主动来拦查这些疑似改装或噪音车的车辆北河警方是表示，近期嘛将会伫改装车常常出现的172线、174线，设置车辆排气管声音翕相科技执法，以科技的方式代替人力，更会使以准确、有效的方式处理噪音车。而这项科技新利器，嘛伫咧同款属于山区的台南市龙崎区182线沿甲起闸。一些地点所限制的部分，我们用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噪音计来执行。那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执行84场次，总共高达124件。科技时代来临，台南市公部门包括环保局监理站、交通警察大队，嘛规划执行科技执法的联合稽查，盼望会当阻止改装车、噪音车，嘛呼吁驾驶唔通心存侥幸。记者郑云大报道。全观众朋友来关心全世界新闻，讲到委内瑞拉因的央行初一有推出5种新的纸票，有5块、10块、20、50甲100，甚至还有1块金角仔。这是委内瑞拉13年来第3届改换货币，这届是甲100万变做是1块，不过通货膨胀钱变薄的问题也是无法度解决。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一个43岁教职人员向法新社记者透露，伊一个月薪水几啊百万玻利瓦，换美金2礼拜无加3美金，饲到一间普通的公寓租金为150美金起跳。一家5个人，基本的开销都要120美金，根本是无够用。大部分以玻利瓦支付的交易，拢是透过签销金融卡或者是银行转销。不过民营部门5成7成交易，拢是以美金来算。真侪店头货架顶悬的商品，卫生纸也拢标示美金。委内瑞拉伫哥伦比亚边仔的小渔村，囡仔耍纸牌用的毋是台币，是用钱。2018年，中央银行发行的100块钱，归队被评
些涂骹，拢无人要捡。当地人主要是用哥伦比亚披索来做交易。En sí no hay bolívares y ahorita es más beneficioso el peso que el bolívar. 为应付严重的通货膨胀，鼓励大家使用本国货币。且伊个发现5种新面额钱，分别是50、20、50、100玻利瓦加1玻利瓦的银角仔。这是委内瑞拉13年来第3摆发行新钱，这摆面额起6个0，总共起14个0。Esta reconversión es muy similar a las otras dos, solamente que el contexto macroeconómico es mucho peor que las otras dos reconversiones. Venezuela viene de 7 años de recesión, probablemente el 2021 será el 8º año de contracción económica, 8 años consecutivos. 虽然无要公布通货膨胀的数字，不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估算，到2021年底为止，通货膨胀率会有5500%，大部分的人拢认为，这摆新发行的钱应该也用无偌久。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在2022年，菲律宾也要选总统啊。目前有一位候选人是进前拍魔性的君王曼尼帕奎奥，就算伊是世界真出名的君王，不过有一寡政治分析家说是无得解信道，甚至认为讲伊若选掉，也是爱处理疫情经济这个问题，是做了后才是真正面对考验。Bilang kandidato sa pagkapangulo ng Republika ng Pilipinas。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帕奎奥去选举委员会交文件，正式加入参加马拉坎南宫主任的竞争。帕奎奥在竞选宣言当中指出，伊主要任务就是打击散车和贪腐。Sa lahat ng mga nagsasamantala diyan sa bayan, nagnanakaw, ninanakawan ang sambayan ng Pilipino, bilang na po ang inyong maligayang araw。帕奎奥细汉时阵为南部民达纳河故乡偷渡去马尼拉讨生活，一开始跟人伫街仔路拍拳，每场比赛所得只有不到新台币70块。年轻时代，帕奎奥去美国发展过接受训练。1998年12月，赢得伊人生第1个世界冠军，争做 WBC 英雄级军王。26年来有62胜8败成绩，39摆拍到对手，摕到8无同款量级的世界冠军。事实上，帕奎奥毋是政治素人，伊伫2010年就当选众议员，2016年政军参与。这段期间，伊菲律宾、美国两边走，互外界批评伊无心服务选民，所以这摆宣布无必阁拍拳。政治分析家认为，是咧显示伊家己会拼到底的决心。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法国的前总统萨科齐伫咧2012年选输啊，所以也逼出着选举经费有问题官司。巴黎法院伫咧9月30裁定以非法使用竞选资金的罪名成立，判刑1档。不过会当挂着电子卡扣伫咧厝内面坐驾。不过，以萨科齐的律师表示，会继续来上诉。巴黎法院30判处前法国总统萨科齐1年有期徒刑，因为伊伫2012年的连任竞选活动支出超过法定限制几条1000万欧元，将近2倍的法定限额，而且佫开假发票，创将近4280万欧元，差不多新台币13亿8000多万的竞选开销。巴黎法院裁定萨科齐非法使用竞选资金罪名成立，佫判处1年的加禁。不过，伊会当挂电子卡条伫厝的服刑。只不过判决无偌久，萨科齐的律师就表示要提出上诉。Le président Sarkozy, avec lequel je me suis entretenu au téléphone à l'instant, m'a demandé d'aller faire appel, ce que je ferai immédiatement en sortant d'ici, et naturellement, le jugement ne sera pas exécutoire. La cour d'appel, et c'est pour ça que les cours d'appel existent, dira le droit, et nous aurons alors l'occasion d'en reparler. 法院表示，萨科齐伫2012年大选前几礼拜，就知影讲竞选资金限制将要超过，甚至会计师阁讲资金问题也经过2届。实际上，这已经是萨科齐今年第2届被判决有罪。今年3月，萨科齐因为伫卸任前想要诬陷一个法官，佮发挥影响力，得到另外一个案件机密资料，去互法院判贪污罪成立，判处3年的徒刑，缓刑2年。萨科齐也成为日前了后
头一个去互人判处加刑的法国总统，伊已经就这个案件提出上诉。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根据到美国的媒体报道，讲 Facebook 有一份研究报告，内面写讲网络社群 IG 会影响到少年人的心理健康，而且 Facebook 也要推出13岁以下囡仔版本的 IG， 这个风声一出来引起众人批评，于是囡仔版本的 IG 也先暂停开发啦。今年3月，面册宣布要为旗下子公司 IG 开发13岁以下的儿童专用的儿童版 IG。不过今年9月，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就以面册对2019年开始做一连串内部研究，报道 IG 对未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害，互使用者产生来自同伴压力，造成影响心理健康甲身体形象。在某一寡情况下，也出现饮食失调甲想要自杀。Substanti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experiences on Instagram and Facebook make body dissatisfaction worse, particularly viewing attractive images of others. 报告中指出，伫想要自杀的青少年内底，13%的英国用户甲6%的美国用户甲问题归罪在 IG， 引发来自家长、议员及各方面批评的声音，也互面册不得不公告暂停儿童版 IG 的开发。面册安全主管戴维斯也用视讯的方式出席听证会，为研究内容来辩护。So we want to be clear about what the research shows and what it does not show.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many teens say that Instagram is helping them with heart issues that are so common to being a teen. 戴维斯认为媒体报道误解研究的内容，英国议员因表示，面册研究报告一直伫提起高层的主管，注意 IG 对青少年心智稳重的破坏力，并且应该释怀互儿童甲青少年停止使用这 App， 而不是为因开发新的产品，应该终止儿童版 IG 的开发，而不是只有暂停的计划。另外，为了管理网络不实的传言，也因平台 YouTube 也伫9月29发出公告，将会禁止所有各类反疫苗内容，包含新冠疫苗的假消息，甲应该得到认证的疫苗错误资讯。另外，包含流感疫苗等多种疫苗的错误资讯，也拢会遭到删除。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译。拜四美股大落，连带影响到亚洲股市。台股一开市就落，盘中捌落431点，落尾落363点，收伫咧16570点。有学者认为讲，台股是受到影响，真侪人想要赶紧脱手，致使这个股票落落来。不过出口表现是真稳定，应该袂互台股出现大变动。转盘规清顺顺，台湾股票市场10月头一个交易日大落，因为伫美国股市礼拜四全面收恶影响下，互亚洲股票市场开盘往那重伤。台湾股票市场虽然是以落51.77点开出，不过随时落价幅度就扩大。盘中捌大落431点，指数落破16600点的关卡，中场是落363.88点，以16570.89点收盘，成交金额是3396.28亿。今天是受到国际盘的一个波及了，因为美国股市也是这样的一个下杀嘛。不过我觉得台股是反应过度，因为今天大陆、香港他们都在11长假，他们没有开市，等于说外资把台股当提款机一样，这个地方就卖超出来。早盘各类股全面受恶，各以航运股落8.28%上档。看台股形势，5月是因为疫情影响投资人的信心，一路抬价。伫5月17来到波段的低点15159.86点，不过后续起伏较济，一直起到7月15创下历史新高的18034.19点，尾亚指数有起有落。今仔日收盘是落363.88点，是今年8月20以来收盘落上济点的。或者是讲，伫全球钱愈来愈薄的情况下，大陆恒大违约风暴加限定阴影，美国债务限制这利空影响，出现大家紧张的卖压出现。不过，台股基本面良好。这几天是恐慌性卖压啦，因为这个国际间的没有什么好的消息出现哈。那美国的话，其实还要注意这个美国的这个债务呢，两党达成共识哈，那调升它的债务上限啊。如果说呢10月18号没有共识哈，那导致这个美债违约的话，那可能是
另外一个危机。学者是讲，目前台湾的经济情形有淡薄仔外热内冷，伫5月关实施了后，会当有关民间的消费，对国内市场需求有帮助。所以伫订单出口连红的基本面有支持的情况下，应该袂互台湾股票市场大落。啊，毋过也是要注意投资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劳动基金，搁再逼出备案咯，是一个炒股票的备案。统一投信一位姓孙的前经理人涉嫌利用代替操作劳退基金的机会，用亲戚朋友的口座来买股票，甚至还有一位共公司社长的前经理人也是同款，因两个人所赚的乌心钱有赚超过8000万。检方昨甲这两个人叫来询问，落尾也甲因收押禁见。提乌色牌仔无讲一句话，统一投信姓张的前基金经理去互检察官真紧甲带入去地检署复讯，因为伊牵涉到内线交易，问了后去互检方甲压起来。互检方约谈的，还佫有这个看到真面色，统一投信姓孙的前基金经理人。你们接受游乃文的指示买原版的股票？因为牵涉劳金局前组长杨乃文的劳动基金备案，才去互人起诉。即摆又佫爆发出牵涉到代操劳退基金期间，趁机会来炒股票，去互警方甲拘押禁见。检调30号大动作来搜查，刷咧约谈11个证人甲被告。也若检方追查发现，姓孙的前经理人涉嫌从2017年开始，利用公司代操劳退基金的期间，用亲友户头来入票，提早来买股票，等到劳退基金一个入场，股票有起，才佫甲卖出去。这侪年来，伊不法的金额已经有5000万遮尔济。也若姓张的前经理人，互控诉讲是从2002年开始代操民间基金的时阵，用同款的手法来牟利，不法的金额有达到3000万。专案检方是为特别陪审来侦办，也若这个去互检方押起来两个人，甲一个姓谢的投资人，办陪要伫暗时8点来开庭，来甲裁定讲是毋是爱押起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教师节拄啊经过，真个老师对这个教学是真拍拼，照顾这个学生囡仔，替因贴人生当中一桩一下，互因真勇敢。不过，伫咧高雄的南马溪，所有一间私人的幼稚园，而老师会拍学生囡仔。教育经过调查了后，认定内面有6个工作人员会拍囡仔，受害的学生囡仔也有14个人。也因为因犯罪行为重大，限制这间幼稚园对今年8月开始，这1年以来就要减少招生60个人，而且一寡拍囡仔的老师，因的名声、恶质的行为，拢会公告伫网络顶头。位伫高雄南马溪这间幼儿园大门关起来，幼儿园予教育局公告，讲幼儿园的人员有不当的管教、体罚学生的状况，已经违反幼教法，要求幼儿园110学年度，也是8月1日开始到明年7月底减招60名的囡仔。那也依法进行裁处，并且也依规定，对于幼儿园以及负责人的姓名，在网站上做公告的动作。教育局表示，幼儿园内底有6个工作人员不当管教14名幼儿，其中5个是工作人员，1个是教保员。经过调查，有用手来抓囡仔跋倒，用手也是敲这物件拍囡仔身体，也是要求对方来罚徛，也一度有抓囡仔头壳。教育局认定虽然无学生受伤，不过违规情节重大，依法公告。近1年的时间呢，那我们也是按部就班的在改善我们的一些他采罚的部分。发生了5个老师。然后其实都发生同样的行为，那这个到底是整体幼儿园的问题，还是这5个老师的问题？这里面其实就有很大的相关性啊。对此，幼儿园无出面，敢若用对讲机承认有这件代志，也强调违规的人拢理解啊，会努力来改善。有家长甲教育局的裁处公布伫面册，认为处罚伤轻。全国教保3月工会讲，减少招生确实是真重的裁罚，不过应该思考是毋是幼儿园内底有出现老师甲学生比例无合规范这问题，这样状况一直发生，应该思考改善，若无问题一直重演。记者综合报道。前几日啊，伫屏东的高树有一个便利超商的查某店员，去互一位精神障碍患者攻击。为福部30做出决议，会把这个案件列作是专案来处理，而且针对着这款有伤害别人行为的患者，会甲因注有效较长的药啊。另外，也会加强管控。另外，行政院的政务委员林万一表示，头一间司法精神病房按算伫年底就会规划完成咯，而且时间经过会继续来增加。
屏东高树乡新南村这个私教失调症伤人的事件震惊全国，也互当地学校提高警觉。屏东高树乡新南国小学校内底装真侪监视器，时时来监控校园的安全。各个死角我们都可以透过监视器，我跟主任的手机里面都可以随时掌握，保障学徒安全。尤其是发生攻击事件，超商店员行到四头路，超商的头家娘赶紧教这店员安怎使用喷雾。这样子喷，1到5，不管他怎样，第一就是保护自己，先喷。凶手虽然被强制送病院治疗，不过村民拢希望讲伊莫阁转来啊，毋但发起联署，也到卫生局去定情。为何报9月30下晡开会决议，要专案来处理，暴力高风险病人注射抗精神病药物的等候社。刚效药没有效，他出来他不会给你吃药，伊给淡掉，你不可能讲弄个带掉给吃药啊。不愿意规律的就医或服药，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应该尽速呢订定强制治疗的法源及机制。另外，行政院政委林迈也表示，政府即阵正伫规划司法精神病房，上紧今年底规划完成。规划司法精神病房，年底会有第1家规划完成，明年开始会有第2家到第6家。司法精神病房的所在，林迈也暂时也无讲，并且强调必须在法院判决。强制监护处分时，避免病人伫个监狱中无达到积极的治疗效果，才会送往司法精神病房去治疗。另外，强制断院期间免超过60天，期限一个到，若是有延长的必要，需要2位精神科医师评估了后，才法度来延长。记者综合报道。防止非洲猪只饲猪场禁止用喷来饲猪1个月，不过对10月初1开始，伫200只猪以上的饲猪场会当恢复用喷饲猪咯。不过细间的饲猪场也是希望讲会当用喷来饲猪，希望政府会当甲喷集中处理，减少胃病风险，而且也提供一寡处理过油喷，予业者做饲料。一桶的喷由饲猪场的人员搬上车，过去1个月，喷敢会使再去堆肥。10月开始，总算会使再转去饲猪啊。饲猪场为了确保喷的来源稳定，家己成立清除处理公司，恢复会使饲喷的头一天。员工讲，几工前电话就接袂完咯。从大概9月25号开始，就电话都一直在打来。无亲像一寡饲猪场，只是简单的鼎炉来做喷，这间饲猪场投资千万的设备制造水化饲料。饲猪人讲，饲猪食毋那是喷，更加最是人唔爱食的，浪费所留落食物。这是吐司边。哦，那旁边那个？这个是生菜。如果没有喂猪，这些是直接都丢掉？对，这就变成一个浪费了。饲猪的人讲，伊的猪改食饲料期间，敢若无啥适应，一只378公斤，加在正式重新来解除禁令。另外，外界烦恼讲，喷的真多非洲猪只防疫破坑，伊讲家己的设备伫饲猪场外口，伊个就是高温来催煮，有规模的业者，毋是外界所想的遐尼落伍。我们是植入很大的一些成本跟设备在这里面，我们也跟厂去做分流，生物安全方面我们都有在做。不过事实是，小场违规也真多，也互农委会决心禁止饲199只以下的这个饲猪场来饲喷。了了饲猪协会讲，这小场不办，伊个真无奈配合新政策，建议中央会使学日本推动喷集中处理，统一来提供水化饲料。目前来讲，日本、韩国他们都有说所谓的液态饲料，就是将食品厂啦、一些事业厂的剩食集中处理。这个那么好的东西给浪费掉，讲是很可惜的。协会认为民间依然有用喷饲猪的需求，就算政府禁止小场，也会使保证无人偷用，反倒当真做破坑。希望台湾会使立法推动喷转化成做水化饲料，场外集中来生产，降压流向。设法防堵小型的饲猪场转入非法用喷饲猪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食米饭就要拜地头，啉泉水漱罐头，也有一粒米百粒汗这道理，会当证明讲农业文化是万底深坑。伫咧新德县的地头山骹，有一座正罕见的这个水力 AP 厂，已经停止运作20年啊。今麦经过一冬外修复，最近搁在对外开放，经过着空间活化导览，互民众了解到农村的生活。木造的结构，然后机械的设备，再加上多轮的驱动。各位主持人现场讲解安怎透过水流，会使互下米的机器放起来。
新乐关德北东海地区这间水人虾米场是台湾难得可保存完整的虾米工厂。它具有非常宝贵的一个历史定义。那因为它是目前全国硕果仅存的一个以水动力驱动，然后来发动这个碾米过程的一个水垄间。这个空间目前是很清爽的，但是我们去年5月份遇到的时候是堆满了很多的东西。那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空间清理出来，让它重见天日。这座起在1928年，哇100年历史的虾米场有2层楼悬，经过整理重新运作。透过导览活动，让学校会使来这学到社区营造的相关经验。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哈，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开始往地方创生的这个地方去发展，藉由这样的参访哈，让学生呢也可以知道说，如果说我们要配合这样的计划，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一些处理。计划主持人讲，接下来继续办活动，希望民众对水人间更加了解，进一步实在客家文化，体会传统的农村生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人讲家己在一桩是较赢看别人。最近台中大明高中的汽车维修科成立一个电动车训练工场，学校专工买一寡电动车来教学生，望讲替学生囡仔提升维修电动汽机车的技术，互未来出路会当更加开阔。老师当咧向学生解说电动车的构造，伫台中的大明高中汽车维修科为着对着时代的脚步，成立电动车训练工场，买一寡有牌子的电动车，互学生量早接触到这方面的领域，成做更加专业的维修人才。像我刚入学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汽车科呢，维护就是它的3个名字，没想到我在汽车科还可以学到。有关于其他能源，像电动车这种东西，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而且电这种东西是未来的趋势，所以先学好，对自己的未来还有将来，会比较好发展。今仔的电动车是真实行，你像街路顶，随时拢有电动机车通租。咱工研院也有咧做升级电动车的相关研究，虽然拢是维修汽机车的工课。毋过，因为电动车每一个牌子的零件拢无啥共款，学校拢着爱买来当做教学的设备，互学生有实际操作的机会。真正的其他的项目都一样，那差别只是差别在动力输出的部分不同，使用马达代替我们的内燃机引擎，所以整个来讲，就是我们汽车科今天要学内燃机以外，我们也要学电动车。过去加油的车若是故障，就去找倒位各样来修理。但是电动车若歹去，该要透过电脑做较详细的调查。因安尼透过训练，学生伫汽机车维修的技术就通更较较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历史真悠久的北管县社灵安社，有大稻埕历史的点点滴滴。台湾戏剧中心也当咧举办灵安社特展，用纪录片和照相片带大家登去锣鼓喧天的台北城。1869年成立的灵安社是台北有名的县社之一，也是传承北管文化的重要所在。不过到1970年代，台湾传统戏剧慢慢无人去学，就伫这时阵，有一人大学生伫老师的带领之下，专门去灵安社拜师求艺。那里面不只是说，老师傅、老艺人啊，带领我们学习北管的技艺啊，我们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从过往数百年来传承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这个子弟戏是民间自发性的那种表演。你学生学国剧时间都已经不够了，那你还要花时间去民间学那种北管。这是台湾第一摆大学生有组织性向民间艺人学艺，对灵安社来讲，佮第一摆接受女性学主题戏。全台巡演数十场，连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拢要来客串。今麦传奇中心伫台湾戏剧中心办特展，要用纪录片、老相片甲文物来讲迄个时阵的故事。那我们要告诉观众什么是子弟戏，这个过程中间他们做这件事情是多么的辛苦。邱老师他们当年做的这件事情，
才是真正接地气。利用现代话呈现传统文化伫土地定根传承过往，除了用展现迄时阵的盛况，个用反思即卖传统戏剧发展，希望未来用亲像迄时阵共款，有更较侪新人加入，和文化传承延续。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关系，延后举办的2020杜拜世界博览会9月30也举行开幕式啊，这也是疫情以来规模上界大的博览会。灿烂闪烁烟火点到暗时的天顶，为盛大博览会掀开序幕。因为疫情而延后的2020杜拜世界博览会，将在9月30顺利举行开幕仪式。华丽排场配合灯光甲音乐，代表全球携手来合作，打造永续未来。اليوم يلتقي العالم بأسره على أرض دولة الإمارات العربية المتحدة، واليوم نشهد معا انطلاقة جديدة، نفتتح على بركة الله إكسبو 2020 دبي، والله ولي التوفيق。杜拜世博是中东地区头一摆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当时也正做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规模上大盛会，超过190个国家在占地438公顷的会场，以特别的建筑造型设立主题馆，来展现自身的文化甲科技创新。How we can present the whole openness, the whole way that we want and willing to invite everybody to us. So that's the reason that we develop an open space pavilion, no border, no frontiers. 杜拜政府大约开70亿美金，将近1951台票来筹办世博会，预计在6个月展期，要来吸引全球2500万的观光的人，刺激国内旅游甲经济。不过有分析指出，疫情造成全球旅行继续是有限制，要达成这个目标，恐惊会真辛苦。另外，伫会场的防疫做法依然是免不了的，必须爱挂喙暗甲保持社交距离。入场的旅客也必须提供疫苗的注射，也是核酸的检测阴性证明。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接下来，带观众朋友来关心明仔载天气。讲到明仔载东部下到低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过昼了后下到西北雨，中南部山区可能会变大雨。来讲到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佫恒春半岛、马祖沿海地区，就要注意风影的问题，请民众就要特别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24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是对24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